今日同大家講下喺澳門坐直達巴士去香港機場禁區嘅服務。有一種巴士可以喺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直達香港機場禁區，呢個巴士服務叫做澳門香港機場直達，英文名叫做 Macau Hong Kong Airport Direct。佢嘅票價收得比較貴，要280蚊，兩個方向都有。澳門去香港機場禁區或者香港機場禁區返澳門。個人覺得澳門出發呢一程比較值回票價，因為有得退稅。依家同大家數一數佢嘅優缺點。第一，因為唔使入境香港，一站式可以喺澳門直達香港機場，對於一啲中意方便同埋需要香港簽證嘅朋友真係幾有用。第二，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可以喺澳門段 check in、寄存行李同埋出登機牌。第三，因為唔使入境香港，所以大部分航空都會退200蚊嘅機場稅，可以攞去機場食嘢同埋買嘢。但係香港機場禁區返澳門就冇得退稅啦。第四，服務時間係早上7點半到晚上8點半。如果航班時間唔喺呢個服務期間，就要坐返金巴入境香港，再搭巴士去香港機場啦。第五，仲有就係要買航班起飛前3個小時嘅巴士飛，例如下午3點嘅航班，我哋要買中午12點嘅巴士飛。仲要提前1個鐘去大橋櫃台 check in 寄行李，所以11點就要到港珠澳大橋啦。希望今次呢個介紹幫到大家認識多一種方法喺澳門去香港機場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